兄驾到，与色缘人小的毛毛等们都有帮助。哎，不公子是哪里话嘞？我家公子是从与你两定分开以来，无时无刻都在惦念你，恨不得天天在一起的。换过去乱唱太太。是。三兄请坐，请。没有啊，快说呀！不公子，我们这个花园啊，它的很美，里面一口人也没有。啊，不公子，红儿是到了乡下来啊。
好的聚会都进来，推门老爷便是连着堂堂举起。你答应我吗？嫂兄在哪里话来？到了山女子来了，长得比我真义顽强。七茶男儿眉眼比，让我君才将心。他从来没有情意，就你人觉如水气。三兄啊，小的今朝不必谁我与你。用心真好，结连理。三兄四大不言弃，不妨在此见面。小姐，请进。
小弟尚未家国所病，可是才与无内也。你说什么？我是女扮男装，已经是8年了。哎呀，我家小妹并非前夫之辈，作为老爷宿命，你们女扮男装，有原谅一话了。性情诡僻，我是说出真情，只怕他不肯依从。我还是骗他一骗。儿郎，王爷请你赴宴，是要看看你的文章，考考你的原文。老爷，这种会给的乞巧吗？不在，哪有什么乞巧？儿郎，驸马已等在门口了。三兄，儿郎，快去给我一声，即刻动身。三兄，你们这上想着干事呢？且慢，老夫还有一事要请爷子帮忙。不知何事？王爷约周五儿作为穷马。今日里名为父爷，安慰相去。只因我儿性情诡僻，故而未曾与他在夜相告。爷子，我还要请你老夫为媒，王爷子为吃以后，多多美言几句，到时候你的亲事也包在我爷爸身上啊！你啊，此事以强者之计，万万不可。怎么？有我兄年纪万轻，不宜早早成婚。论到动婚，此乃国学，不妨王爷念名，谁敢不从？本是作为父在这商量吧。此次小子不枉你不受讨告死。你请二混子，他为我如此放上，我要帮他心生妒忌，被教。儿郎，快随为我一同去王府赴宴吧。一家不放下，回避着也就明天，一着怕趁无龙也要上身，这待有用我被骗去不听，一到心中空脾气，他言儿疼心一回来，不允我凭自从相信不你。杜小姐昨夜去王府赴宴，事情更糟了。这里娘娘有空送杜小姐要相约为媒，3天内请，3天报到正婚。
岂必是造死路？谁说杜小姐原生女子，两个女子怎能成婚？公子，你这一生杜小姐她还活得了吗？年不应我心思问，阻难有难上见事不惧心无倒不是不得用我去争婚，当着我劝的君子为妻官，也可为天下女子喜我能。倘若兄子不用情，我总算一死。我也要出京城等你，冤魂！我自意一定跨进弟弟连夜进宫，罪名枉有。公子，哎呀，公子，公子。我也在新闻女儿一起往本王府，把婚事从美。杜丞相出去进花园，路上是龙里派骏马，夜宽定清晨几道，看王府彩灯扬照欢笑。王府早起接喜，飞机送到万里。我抱来我上过长园，路上睡梦里空。
我夸你拜见相爷。拜见年吧。燕子少礼，少礼了。老丞相，怎不见曹元公驾到？是啊，今日王府大喜，燕子怎能不来呀？我儿在书房读书，即可便当。是此甚好。二位大圣，王爷失望今天，川结万岁，父亲身上出自一套，道士风之应是，请问大师圆满？对，正是王爱好堂，王爱好堂啊！王爷办事真举高，理亏丞相为月老，才等皇上三知道。昔母儿奉旨参婚，难为小官他一把老大道，他真是早将去步万幸堂。问他们举止与蹊跷，不愿你用心为了。自来官长他去笑，我走龙墙快到。二位大圣，请老相爷请。相爷，再次来了啊！快接旨。常言语在，君子羽毛，与世争婚，不得见满天子。常言不认得吗？也是无人相的儿子，无天劫之人。吴大人，生子有病，你快快起来呀！公公。这孙子你为不为念错了啊？公公，你一定念错了。咱家中过多少孙子，只为念错了。不，下官定要宽过明白。常愿云彩，穷子云道，与夫成夫。大人，咱家必曾传错吧？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也罢，此事天子兄可曾知晓？燕子问的真是奇怪，我家儿一立下使命，非往府中之终身不去。他这位不孝啊！你真是欺人太甚了啊！这是王常意志，杜大人，你这话可要检点一二哦。老丞相，常元公已在后院拜见娘娘。娘娘，请相爷同到花厅饮酒，相爷请。杜大人，请啊！
玉梅把情酒，来早听要真去请他的同事把天平。不要伤心，为我明日就去万顷托卷，提亲四妹，即便倾家荡产，也要为你找一个有才有德、似花似玉的美貌女子。弟弟，你不用再。雨伞。
是退兵来了。你气不气？谁是公司要走马，就他起来。是，好了。红儿，怎么？你玩神什么红儿？满鸡蛋到这里来？红儿，红春事业，大家都来明白。不小姐，几分不急，你应我啊！一干风寒无伤要紧，红儿还不去端茶来。小姐，我们这里茶是凉的，找员工只怕吃不下去呀。红儿，找员工。红儿，听你说话分明有气，不知为了何事？你虽要无言，杜小姐莫要生气，红儿有话不妨讲吧。将去讲。好难我怎么不理好汉子，可不到背着心思，一句话知道不知，你为我要他心我浪子，两英先生一盘子，还有几句故事，你不配小姐如今子，万里王府万君子，当年生大子，被儿闹子，可以帮我生女婿，我心我还一个生女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呀？上秋上秋，秋上水木一把。
小姐出在王府进龙。我弟弟怎么从你失去呀？我想起来了，那来府尹黄姨娘娘等你迎亲献居，快去瞧啊！是啊。小姐呀，他们名为生意相亲，王府早已断锁，姑送之年把根已定，记得我早有万方长官，亲相亲可惜，我没有给你到手跟王府了我。
要为我担心，小妹旨意一定。此去王府，定要将我们女儿之苦公之于世，让天下人民共是非确者。尚能如此，谁是不用？